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新年進步，恭喜恭喜！恭喜發財！我係吳國正醫師，我喺度恭祝大家身壯力健。我係鄺振純醫師，我喺呢度恭祝大家花開富貴。恭喜發財！我係文萊恩醫師，我喺度恭祝大家今年一帆風順。我係呂雅婷醫師，喺度恭祝大家花開富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港恩中醫嘅姑娘，我叫阿娟。喺新嘅一年，我哋真係好開心啊！因為荃灣港恩中醫診所已經喺09年1月正式投入服務啦。新診所位於荃灣眾安街嘅荃灣城市中心1期16樓，坐落於德華公園同荃灣街市之間。由荃灣港鐵站 B2 出口行去都係要5分鐘啫。附近仲有好多交通工具連接唔同地方，區內外嘅市民嚟呢度睇病都一樣咁方便㗎。等我帶大家嚟參觀一下新嘅診所啦。呢度面積有2400平方尺，地方寬敞舒適，有5間診症室，仲有好大嘅治療室添啊！咁大家唔好忘記，我哋港恩喺旺角同灣仔嘅診所一樣係咁就價㗎。旺角港恩中醫診所喺旺角彌敦道701號潘發大廈7樓，診所對面可以望到工業貿易處。旺角港鐵站 A1 出口一出嚟就已經揾到大廈門口啦，幾易揾。而灣仔港恩中醫診所仲易揾添，喺灣仔軒尼詩道107號協生大廈3樓，灣仔港鐵站 A2 出口行去都唔使2分鐘，由對面嘅修頓球場望返過嚟，就會見到我哋診所外牆嘅大招牌，認住啦。以後香港九新界都可以揾到我哋港恩中醫診所㗎啦。無論身處邊區，要揾我哋港恩嘅專業中醫師睇病都一樣咁方便啦。早排啊，我咳咗成個月，睇極醫生都睇唔好，好彩有朋友帶我去睇港恩中醫咋。去到見到佢哋全部都係香港政府註冊中醫，個個都充滿熱誠，仲好專業同細心添啊！唔單止醫師啊，連姑娘都好親切同有愛心噶。食咗佢哋啲藥，仲好快好添啊！恭喜發財！我係陳子斌醫師，喺度恭祝大家和氣生財。我係關傑信醫師，喺度恭祝大家萬事勝意。我有啲咩唔舒服都嚟睇港恩中醫㗎啦。佢哋用嘅係台灣 GMP 優質濃縮中藥粉，全自動包裝，咁我就唔使自己煲藥啦。帶住啲藥喺身，咁無論去到邊都可以食到中藥，真係好方便㗎。恭賀新禧！我係司徒潔瑩醫師，喺度祝大家大吉大利。我係李嘉欣醫師，我恭祝大家一帆風順。上次啊，我帶阿媽去港恩睇中醫，佢係都要話自己煲藥喎。好彩港恩都有傳統嘅中藥飲片，我阿媽仲讚佢哋啲藥材種類好齊全添，仲係優質藥材，效果仲好好添啊！恭喜發財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祝大家龍馬精神。係啊，佩斯啊，今年過年咧，你會唔會去拜年啊？梗係會啦，特別同長者拜年添。一方面可以同佢哋傾下偈，又可以吸收下老人家嘅智慧，仲可以逗利是啊！我都中意喎。你哋知道嗎？香港嘅長者佔人口比例越嚟越多，香港人越嚟越長壽喎。哦，咁你哋想唔想長壽呢？我諗大家都想長壽嘅，不過我呢，就希望可以長壽得嚟，健康又快樂。咁又係啊！所以要儲定筆醫療費，等老咗用。當然積谷防饑係好緊要嘅，不過政府都係要幫下忙啦。新一年，政府推行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，資助70歲或以上長者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，唔知幫到幾多呢？
每名長者每年可以用5張面值50蚊嘅醫療券，多就唔算多。不過優點就係唔使長者去申請，只要去已經登記咗成為呢個計劃嘅醫療服務提供者嗰度睇病，出示身份證同埋簽一張同意書，就可以使用醫療券㗎啦。我哋港恩中醫診所全部醫師都已經參加咗呢個計劃㗎啦。由09年1月開始，公公婆婆嚟我哋港恩睇病就可以得到資助㗎啦。哦，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啊嘛，聽講有好多人啊都批評呢個計劃嘅操作手續太過繁複，好多中西醫參加咗都話要退出呢個計劃喎。再咁落去嘅話，呢個計劃都好難成功啊！咁我哋港恩會唔會退出呢個計劃㗎？我哋都好想幫助啲公公婆婆，所以就唔會退出嘅。不過真係希望政府攞多啲誠意出嚟，簡化個程序先得㗎。個試驗計劃會推行到2011年12月為止，為期3年。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。唉，老公好重啊！咦，你買個藥煲做咩啊？翻嚟煲藥咯。使乜咁煩啊？睇港恩中醫咪得咯。最近港恩中醫引入一部自動煎藥機，煲好嘅藥會即時自動入袋包裝好，不經人手。藥入邊更唔會有藥渣，清潔衛生。飲用之前只需要將整包未開封嘅藥放入熱水裏邊浸一陣，又或者將包裝剪開，倒入碗度，再放入微波爐加熱，叮好就飲得，幾方便。恭喜發財！我係楊偉健醫師，我恭祝大家老少平安。我係陳念全醫師，恭祝大家心想事成。我睇開嘅醫師咧就建議我買啲家居常備良藥翻屋企，好似葛根湯同埋傷風散咁啦。我一覺得喉嚨痛啊，有啲感冒啊，幾聲咳咧，我就即刻飲啦。之後飲咗就舒服啲啦，可能連病都唔使睇添。但係我想幫朋友買其他嘅藥，例如速子雲啊、健胃散啊、靈芝孢子啊、冬蟲夏草，佢就話咗由醫師按個別嘅人士身體狀況建議買啲咩藥。記住，藥係唔可以亂食㗎。恭喜發財！我係唐德榮醫師，喺度恭祝大家心想事成。我係黃天佑醫師，我喺度恭祝大家萬事勝意。港恩中醫診所嘅中醫師會根據客戶唔同嘅需要，提供針灸、拔罐、推拿、正骨同埋刮痧等等，令到客戶得到最合適嘅治療方法，達至最佳嘅治療效果。真係好全面㗎，真係好全面喎。響08年，港恩中醫診所除咗提供醫療服務之外，亦都好關心整個中醫藥業嘅發展，例如協助漢方醫藥有限公司一齊舉辦好多中醫藥研討會同埋課程。港恩嘅醫師亦都就政府提出嘅醫療改革諮詢文件進行討論，同提交咗佢哋嘅意見書俾政府。另外，亦都參與咗唔少義診服務，希望向有需要而冇能力負擔醫療費用嘅弱小社群盡一點綿力。你哋唔好以為港恩中醫診所嘅醫師平時淨係識得幫人醫病啊，其實佢哋個個都多才多藝，仲好玩得添啊！嗱，佢哋舊年就一齊去咗踩單車、燒嘢食，仲喺漢方醫藥有限公司10週年晚宴嗰度夾 band 添啊！真係文又得，武又得，唱得又玩得啊！恭賀新禧！我係黃子明醫師，喺度祝各位老友記龍馬精神。我係陳佩斯醫師，祝各位學生哥學業猛進。恭喜發財！我係黃啟文醫師，我係楊麗珊醫師，我哋喺度恭祝大家財源廣進。